後邊4匹馬輕鬆大笑飛王啊，尾二咧就富貴區內欄，包尾嗰隻咧就快樂寶寶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黃金俠佔先少少嘅，見到外邊呢，咁啊呢隻同喜開始逼下佢嘅咯喎，響中檔位置追你有精英至尊啦、手進啦，響入邊偷位上嚟，仲有隻東方寶寶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黃金俠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見到同喜開始追佢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東方寶寶啦，外邊位置追呢就係呢隻飛王啊，最後50米到，咁啊見到上咗嚟噶嘛，東方寶寶終點前，咁啊同嗰隻呢同喜一齊上嚟埋邊，仲有隻黃金俠啊，咁啊相當接近嘅，睇個去勢。黃金俠有少少力弱啦，代之而起10號係同喜，但係呢個時候10號嘅東方寶寶3幾個箭步過晒，跑第4名係飛王啊！好啦，今場嘅5班賽都鬥得好好睇啊！結果就潘明輝起碼啦，恭喜晒東方寶寶，第2啊同喜，第3啊黃金俠，第4後上飛王。恭喜晒啦，起碼啦！今場出閘順利就唔使留到咁後啦，中游貼欄啊，作位又好咧。